也有在军队之力中，现在有军备后令大家党让迷失无疑。不晓得一门反人为啥个本是后令谁讲为当代之不好？有谁想法了？我从军队之内能谁当代之？根本都要扣一扣。不晓得后令两的代子当我那么老有谁爱头的？第一类比自家当得高，第二类比自家当得妙，哈！你第三类当的啥？真是谁人不知海口？这些辰光，中共天津里向吩咐雇员要激活，后卫军消防水、上天水、鬼子水、BB水，但没人认大高谁来让忙？他跟两的对子看得出来，比有谁啊好？第三难当法，这个是规律，一个中国比一个精彩，真是大高呀！谁来让口后令？圣诞之后令啊，单看两的那是新的。第三类还是自个再努学习。高强两个米代有些现在第三类还有一个主持，实际上是不本来有些口。大有水指挥将军立为大夫，军外于西去，也有大。受待遇的蒙古去后令两张水好像烫一顿，就是这里袋子上去两样，然后别的东西，然后哗往东的东西，这里袋子介绍像手的感觉，介绍鱼上去，所以这里袋子是叫手鱼的。过去打个奥苗人烫一顿，实际上这里只倒霉这里，袋子出去的我当印尼人，因为印尼大的是周音，那么这个对一对手上呢？实际上是高动作迷文人的，这个要紧。你不懂网友一口我关你的人对个人光，你还去理一手，大家的永远理不出。这是高动作，所以神武体育方面高动作没要紧，但乒乓的这还是这个，兄弟高动作叮咚的就是张学林，口口里下去，这是对你们新鸭子切出口的，对大家来晓得，这块别忙后头去后头去，弄得不吃也上忙上的另个上头去，这张学林聪明是两动作一来那个，我和你龙虎动的细切口的，这是高动作。实际上像关键的这个当印尼这里的知道去，因为大水周也，上面给个第一的，给个第二的，第三的，要让两位当中水周过去到给浪，你到水球正好到给浪啪，你到这个山里的是生时干了干去。领导与领导，一名叫一比三的水，一叫福禄三是啊，女三口的眼他是，哎呀，我领啊，上课里来好为的当个，我晓得个，这属鱼的，吃老像鱼给，也像说一样鱼上去，哎呀，我
相信的，不可能有这种代志的呀。亲戚不是个听眼我都看见，有谁哪边眼呢？高手急呀！本无故有天机，急啊急啊！你有谁讲哈？你到海哈，你还没大个还没，现在你还急不？所以大个急呀！不晓得对上一个人开心的嘞，杀你们往日出了。当然已经大哥里了担心，阿哥娃你那把个本事拿出来，谁只是当呆子给你？你一个哥哥谁来子嘛？哎呀，你们三个人里哇，看到往日出哈哈大笑啊！哈哈，你去！等些我背了女生里了，半醉后领吃然了，要有违规了。呀，我是吹一口，还有人啊，你哪不懂这家？这次当着什么害怕？女生心里不知哪想啊？哎呀，那里让想了想，说几讲？大家本当谁了海基，现在还爱他这呀。后领啊，那个袋子比有些当得好，出现有些心里不开心。那当他袋子应当过去局外听谁？我在听有些指教客气一声，你让你们还不懂。孙袋子呢？既然理有道理，当他袋子里立了牛的旁眼睛在上头来看。正到谁的袋子贪为我的人光后领个杂水慌生出来，正到生出来这听见里水心里苍苍苍，那他们谁的袋子为多水里，那大是一张。作为将军，你为大夫，这叫士高天上也有贵，那。
是不得了个子。一份无辜有一颗哦哟狐狸来遇到的，当出去的袋子我都围住来到雨天的来，大到眼光谁在有谁看有谁啊有谁数，每当出去的袋子送啊风围住来过的，因此一上那当中有一个副将讲的讲龙，到你这里的这个袋子当得比有谁啊好，不觉得因为讲的他可以出好啊，打得比大人生。喂，不比你这个东娘。要好了，我那还可以讲当得比有谁啊好，为数聪明马上掉，打得比大人生还差一点点呐。找了一个讲女子啊！这些辰光好心当中后林判袋子把好公益送特公道里向一套那么高来剥落的举下来，请大有水之教。有谁对你妈妈也没拿来干我在？这个袋子打得比我们好啊！哪不了有些面孔啊红子，傻鸡们刚刚我的心呀呀，娘来谁当谁的？你当是谁的们？那我来当谁的不来看看？哦哟，欧一地把太平地菜，袋子比我好。哎，有些像三个袋子当子这个好，家里叫是你要上桌上当账，不能单单看当袋子的。其他高上的哈呢，莫非让功夫使用呢？大家门口用啥个高上去？韩林有啊，说待儿打得上口，不过为须努力。是。我去问你，一是把你鞭笞，你是用什么？这那么可以用枪子？什么样兵器节力家能定好一杆上枪？刚枪不够用枪，因为给他军队里向好枪法的多，因此谁拿袋子当出来，因为外的比较少。现在就有当过袋子打个很好，根本用枪吧，大有所谓。军队能是一杆上枪。我的有三一听，这个为人在谁样我？傻鸡们，哎呀，我会当袋子，你还会当袋子？我就是用枪，但是你还用枪的，根本没哈。大家看看那枪法使用，来，他去上天与他是，石当谷带你上，跟上枪的就普通，光比外务高浪有1/2。要经过来按外务高浪向。一根白骨子枪我过来地浪向一放了不必一类韩林是上天在此当是了是咱们有空改革哎呀该有谁看看有谁啊有谁这根枪我哪还用啥的白骨子枪枪当中分量最轻的给用上去不力我是凡人不能够改革谁个跟枪用吧但是枪工一上好了攻来到把那钩子枪对了身体打一刀炸塞入把那钩子枪打到后人身登入真人两样大有所谓军备心去一腾一头一上一火啪一推这根枪气必火一下天地子一天火一天一天火一天一天火到一把一天天火越来越大火有谁可能啊那个天不在动了还哇根本
让你当心点呀。因为这根枪是一百个，分好枪，你上高地里边为非要紧，你得放心。脑子里这一个女的枪火越动，说明是高功力越深。这是大是武功的高动起了不来的，这根枪吃不消。那么这根枪你手上是跟着枪呀，你高动起啪！哎呀，一口么枪就啪走着的。实际上像这根枪平常的像射了呀，用的辰光谁够上？后来不晓得，当面了好用的枪。哎呀，地上这帮波动的举来，天大有水是水。牛三想上门的后里那个历代的垃圾棍，千万不能弄头他干。根本没在也试试看，你单地给计划起来，来打，将奔水的上天去来，炸！忽悠那个废人啊，过去。非得不在，哪个人有三多自家的枪不能用，哎呦那过去，打人一声哈啦啦啦啦，使得李想一直听老响。两光比外务高上谁是老有谁个高上？这个外盘后里谁今天天头起头盘，我这个上天机高用攻一攻，一大路过来，将军把胡道介绍两样子，哟，包出来了，包出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哇！你有了有都给大推进里想看敌人疯一疯嘛，气得很。大人谁刀枪在侧，退下！韩令是本水上天在此，用而书来。对你妈妈的有本事，我这根枪再弄着的，我有谁娘不能走？老有三法跟着，是冤流水。介绍后领上面孔两样，那心里想有点气。哎呀，有谁啊？有谁来不应当？那现在了应声哦，我弄的天打破山，没啥关系，我是错。那边你让没啥啥，现在再用一根上枪不能用，那个应声哦，那行的你们后领我歪了。要科技的石狼骨身体来的这个好，赶上天刚出来的辰光就是，哎呦，王了，够穷了，够穷了。石狼身体这根枪你也是让我顶都挪得起，我腿不开了，不是让手了。等到我腿不开，那就谢谢啊。刚才枪弄的，我到来该计划起来，这根枪腿都腿不开，那水弱我。因此后人介绍心里想有点气，道理中你的根本有谁啊有谁？那真是啥样子嘛？我这根枪白杨我推开来，哪怕冰上围住去透血死，我这口气还要长一长。用武之辈毫无神心，下路上还要工人刚巧当代子分对亲子，一类先上后人功夫习武运到2岁，到上天不用盘，先口气身体遇到大。天狗子让像扎了了欧家海上爆天水木哇哎呀好了喂好了害我那么不懂得该从是让顾客这根天的永不的怎样子忘了杀不到一家啊既然后领啊来不懂这个是让我怕有些个磨皮，因为这根枪老有些用，
次进出来，我哎呦，娘不能搞哥哥杀你们抢油水，视如其境。把毛皮呀，中不记得了，有谁抢我出来？抢来了，这个是啥名堂？不然当中与中心皇后令发动，当时怂得不得了。因为你的能量哈哈，自个人抢错不到哪个城市。面孔拉下血一样来子，谁下一上有声，后对谁金枪，砰！烧出去德国的副将副位之中，我的一名的，沙提们好两个跟枪说到是高声了，一路枪法。这种枪法是用出来的，叫啥奋武孤勇，也是一个路上。这次枪70名敌人，使动6里监狱。上一枪大风正是冲提区，下一枪使动不下云的。上一枪红衣人民威武士，上一枪西铁渣渣是领域，上一枪附庸为水交媒体，一枪空卡开兵入狱。但就晚上一枪风轰轰冲提枪，使动霹怪人士，说此枪红雷雨，半阳守望美名人语。副都语说那个路枪法，所以客人大刚硬，他这开的自己枪光不及声音，自己枪的啪越来越多。都语说的加上后面的枪的分能动一动，动一动一砸掉，动一动一砸掉，动一动一砸掉，而且每砸掉不动。这与冲提枪哗一句往上头一口塞为人把砸掉，塞得浪费。到于说的这口气给谁掉，谁不落来，我后令谁不包满。这与当中一砸掉，手生气，啪！一刀往啪，凤凰塞地里，得自己闪枪一时，军鸟登上快来，枪放一放，保不住我来，请大有帅选，那是牛三口的心里百万，勾称赞，后人勾出他本事。这种本事应当为国业了，让你军队里当场。高人家我们开始来明了，不过也真一上大家的。中为将军，立为大夫，本岁开来，翰林无以上好，我就将他开始来明，军中要领，尔等一下去。大家的口气，这个本事为安的哈，必怪定很欧后大将，恐怖为佛家的一个本事。就是得如自己一条声音，大元帅，没将本元啊！刘三听见汪浪一点声音，回口对来一口，一老两，好将军，大元帅，我出此意。元帅，我将观看翰林本边人。哎呦，牛三听气啊！但是你讲后面本事平上，这个本事可以是，但是比我长得哈，枪法当面上500两股觉得得力呀，为何平上？但后面哥哥，你讲个当地杀枪，来阿拉口讲。分析这个玩意分口的，那哪里嘛？谁去为了听过来晓得？好像到后面有个
侯亮儿子强抢民女和令同当一等，侯亮为恨在心，预备公报私罪。结果王日初得到消息，反而自个吃了3碗牛和令抢出去，是天龙头老有谁亲自审问。老婆要看你本事，心里气得不得了。所以高桥侯令到到米龙，不用谁来还看哪样是个反应？侯亮的行对不住，看也不要看。说上科技咋啥去？于是呢，只听见单辈子好啊，立了张屁纸。当然得非啥事情，我老人当我去山东光在那龙道门口插他当来子，可是有啥事情？就说于是呢，啥样子也是好啊，你也来有的。然后是高不让想报别个，有啥好想法？真正好想法，然后找到军队里想爬出的。想不到现在老有谁要努力开始谁命大，搞红掉谁答应我红亮这个是要我要，好不合令开始人民啊！你现在这个百位蒙要以西为一白发，假使开始人民到军队里想这样往日出包里的毛，我会弄得可你了，非得弄服他们是搞得上位置啊危险。这是根据漂亮的天来，没这样不远的。有些门里那行夫有唔杀什么时候领本领并不能。不过你脑子里想，还是到后领本事别讲。好的是我哪位的高标想保镖，可不能。趁你的光要没死，大万岁！所要何的样子，我去万岁开恩，来找将军上兵，所有神的红亮，开始人民佩服谁服，所有被红亮劈死，死来官放请万岁安真啊！有三天气啊，在后亮看看，你阿娘打将嘞。但是能在那武林必服，杀人恨。哎，没恨他呢，你是将军呀，一个是白人，这个你我不能答应的。杀个将军，把白人必服身后寄托。哎，牛三这个将军家我要答应。杀气嘛，后两年变成接着他广了，后领还本事，没本事不就你干，娘都比，娘你吃第三口的，娘后领真家呢，我他也是他接着他广，哎呀，后领阿德英如何引大门的啥？暗里是侯将军一月与儿。来找将军上比武，你看如何？这后令听见对侯亮口口们心里想起呀，侯亮，我到底的呢不杀无之罪，你让北洋戏，我平时搞本事，取得了优势。预备落我开始人民，更靠我自家的本事。不应再答应，难为不答应，后天为了当我必服。我晓得，你要我死，干嘛红亮？分我后领海外，什么招命？我内挑与马下。你记住这个样子光，你要我的命，根本你非要光我，大有所谓。侯大将军一心军备应当红，我派怎么没哈后领答应个？不过我要告诉你的讲，我不是讲你侯亮死呀，这不够真假呢，不能都比个辰光大的个啥？侯亮你要把后领说他个。既如是此，尔等听了。
来朝叫君上比武，这个三公为何？是个为令，莫怪本帅。好像在有些苦苦非要的面孔来了帮你我。这场规则等三个为了难当法，我凭谁的？你为谁条没了？哪位的是？文明帮你气呀！刚才牙标的鸟相北方用刀法，三个为了你想要你死。何令还听见？是，哈哈！对有些妈妈，你不预备你死吧？刚才红娘口的有些的老乡娘那一条狗命，但是一娘呢，得太重。这啥何令聪明？相当没背细个，老有谁不是不晓得？只许三个为何？就是太太那个台，金家呢？基督的有谁是这样的意思？根本我是鸟说之理吧？不晓得后令啊，你到明朝还是我的强调，有神父口人。你那大哥大衣上老有谁太当分，如果有太恶气的大哥女人纷纷。本年我才发规则，黄日丑大侯令太我来四中兵跟我来称在侯令好本事。黄日丑的侯令讲不养杀，这个家伙缺货，没人在非要还是真正第五个荣光，我力说开了的。侯令先生啊，对黄日丑口有这个意思呢，分听出来。是你让答应是王守贵在八句的侯令阿金是你让想开胃苍蝇对的意思是介绍四中兵口中侯令提出来就把弟兄侯令答应那么大个一把年纪老多老你老三老四三届四个重兵老五是侯令王日出年纪再亲小兄弟送心手下来七嘴比钢桥为玉米的去到阿摩样侯令立起来个日王叔叔来到路大去我为谁王啊用不到为谁王随时来给打各位教官行礼不要进规则长期云等马上规则两个差人到九龙镇上收一门子云到给他两个差人是起劲啊几次两片模式到九龙镇到高头女送绑着高东小女刚不你听山上石岗灯高东小女是高兴得不得了本当之侯令死了后两道米浪现在非得分析马高民生为要必服更希望侯令赢红两死这个叫缺后立刻张氏几乎垮了还16路提手到雨时来金融镇的老百姓谁晓得属于民众统统在起口给你的行情王现在防卫军手他脚下一部路车喊力发上去两个差人路车看石头给他逼归往日出衙门门下我呢李想拉着当时和两只王给一只侯令是一只两个差人门把好差人与其他家将百里多切嘴切到阿模样最来谢谢一下一共10地来着后有蒙教军让七个两的路浪相神色正黑本不过有饺子磨片什么教军让起介绍未必要路浪相还来教会你啥人呢才是九龙镇上的老百姓我金家的百姓是气劲得不得了大家也去看壁虎呀一路这么我要讲讲了呀来说罗大家好你教军让看壁虎哎呦大概懂了这种事体先我搞32到别趟听当然夫家这个美人壁虎美为你隐瞒啥细节那个这样听呀还有事他呢杀不敌
移动组织，马快队伍上方是守在。今朝带开出，那不是假？那么我说出来，今朝后领白应该。你那些个好本事的啊！哈也巨龙村老乡当副将侯亮的儿子两对龙侯勇，哭得清清爽爽。两对龙侯勇讲天名誉，打得起几乎就要讲你是个的了。吃上后领先西西随着两个这队伍，还有我们口眼看个了，搞起两个这队王孙家庭队经理一打哟，先西西，这个一来哟，对起看着我，年纪高的们。有些功夫啊！出来给人靠皇帝话的跟在啊！你看他很干，我还不比。我那个年会给你吃鱼吃个他就不我喂。我那不比啊！你们要去沟里真要问人干。我可要非得问人啊！好两问事干，问事干要问啊！我们要分的问事，现在问事干。问事干。对，高起口好两西呀，好两西哟。分到去口里是一个字，夏天嘛好两人有一塌糊涂。好的，老兄，这样，这样，不过难忙哦。来这个花样，不久辰光已经在建军上。哎呦，一口金在建军上不得了，神山人还打到来一口皮肤给。马在闺蜜们，哎呦，建军上在谁是一个在？另外，哎呦，身上这个红衣裳，这个外分开始在面，谁与在军，3个白人当备哦，人是神气的。后林不背不靠。好亮一口，哎呦！杀气腾腾，嘶吼亮。哎，老兄啊，你看呢？哎呦，你看我俩的面孔啊！小鬼说了很。哎呀，这个白个子哇！跟西台面孔。哎，这个西台面孔。哎，那个可好亮西台面孔啊！大家分到看我西排面孔，是呀，
老百姓议论纷纷，坟屋古有来得差不多着。阿比夫发，有经验分的杀人有水。所以大高目光三望出油门方向的海口，真正的世界来了。只听见噔咚哒噔。有水驾到红，来有谁今在是父兄长，对郎黄金30块，快分3场，新郎手指玲珑百家，腰有龙有宝剑，这等后辈子学，胯下龙驹宝马，马里在意星星的红白，这件白这一身衣裳裤。随着配宝西家，还是牛山汉子。水碰临日记，大年市民家乡500兵丁，一路攻领10的建军长。火木磨皮大狗上这样的临日公务居中守定。法不过于几个牛山一口嘛，哎呦，今朝建军长不得了，大家谁也来看难嘛，也来看比夫啊。可在往日处年快年家神气感，这个武林茫茫，30岁在的，马上就3西西，不卑不亢，再对侯亮一口，哎呦，牛山又好得了，杀鸡嘛，侯亮哈快哈嘎，浑身没了汗，像欧人这个一张样，辰光差不多也比服了，不过比武门的我也归在一上。红将军，在王世初，小将才，汉女里军犯莫在，尔等天亮，今只叫君上比武，这个3公为何？10个为令，莫归本帅。恩师。到急门之下，等于必有。谁搞的带你上？哪我这样的？王日秋到后林到自家进门里想起，侯亮比家来宾长，这到门里杀去，至少要能后林死。侯亮引不去，马上为口试。再来你身高不差，面孔没人出口。等到喝得一两光，你喝得500两光，喝得难，这个翻出来个盒子低头。高夫妇，两有本身面貌，一双鬼衣，啥叫鬼衣？眼中不倒光，四肢大有阔腿，两耳大壮，飞臂。目雷杀气，苍，到几门一响，哪个教军长比武，天条红亮，荷塘里我气。